阿母的老款。阿母做80岁生日迄阵，我才斟酌着伊的白头鬃、老人斑甲妖魂，外形看会到的变款，拢总走出来啊！啊，若喙齿落尾一半，行路吐怪啊，手无法度提动等等，是尾手伊豆豆仔才讲互我知的代志。过过10冬了后，失精英的生命甲气力，毋那年年月月有差。即阵啊，佫无张伫跋一个，煞一工比一工较男性，讲话嘛天讨起来，规身人袂输强要行去的款式。一寡伊不管时拢有的镜头。譬如讲闭结、耳孔重、无记忆、目花、手颤、厚肉浅面的镜头，斗伫喙内规日念袂煞，煞落去一直烦恼伊有病，出招要去互医生看。才伊所讲的踏踏滴滴，论真拢是拖身拖命。无解平顺的过程，我家己在亲想，人要老去的进程，较有遮济艰苦济寡，敢无较劝我四时的路嘞？伊在讲的逐项代志，我拢认真在听，正细字仔甲看。我要知影，伊毋是食老起饭店，要创治子孙世世。嘛，毋是食饱伤闲，找我工课来互我操心八百，是伊正经老了，较加嘛起惊，会去黑白想，着紧的讲来互我知。当然，我毋是神仙佛祖，决定无步通透，变无落来，也毋是惊开钱嫌费气。就是一种对100岁年老的惊吓甲无奈，更毋知要安怎开破，互伊知，才是歹芳的所在。反倒转来讲，有一天，我若目睭蒙雾、耳孔重、脚行袂去、无头神，生性会去做心电图、超音波。佛祖强诊，断残扫描种种的检查来找病母，嘛会问医生讲是毋是有生啥，是毋是着癌，无讲伊是一个90桶的老伙仔，毋是长青春的少年家仔，较会袂烦恼，袂黑白想咧。我无伊遐老，就准讲是安尼。我也毋敢屁想伊爱看病、兴食药啊，总是对现出世的阿母，就看会着我后过食老的模样，是生做啥款啊？无的确，我无法度食到像伊的血头，就掠去种啊！我真欢喜有一个遮尔啊古水的老母，甲我做伴，互我友好。若要甲无老母的人捡来相比拼，我爱满足啊！作者拿春水。